香港嘅一間廁所就可以換呢度嘅一套樓，或者你有聽過中山、深圳、珠海，我覺得還有一個地方更值得你哋過嚟了解，呢個就係我哋嘅陽春啦。香港揾食半世，係時候出嚟嘆世界。陽春總價45萬買樓，仲平過你去住劏房。陽春嘅宏強時代，讓退休生活成為幸福嘅起點。港珠澳大橋過嚟咧係預計2個半鐘嘅時間，週末返香港飲茶都得。咁我哋高鐵咧係預計2025年嘅年底通車，西九龍上車一覺瞓醒咧就可以到我哋嘅陽春東站啦。專車接你到小區咧係15分鐘嘅時間。宏強時代4期佔地係80畝，咁我哋嘅面積段咧係1100尺到1300尺左右到嘅4種戶型。遠眺國家級空洞南風景區，近望星河灣級園林，近與沙江公園一路相望。宏強時代佢主推係3房同埋4房，有大裝修同埋毛坯2種方案咧，係供大家選擇，可以根據你自己一個需求咧去定制嘅。咁你可以見到佢呢一個戶型咧係好通透同埋好板正嘅。而且我哋設計師咧係根據香港人中意一個原木極簡風去設計嘅，咁我相信咧，其實睇到呢一度嘅話咧，大家會更加關心佢周邊嘅一個配套問題。咁我哋一齊落去睇一睇有啲乜嘢。咁樓下步行5分鐘咧，就係我哋宏強肉菜超市，還有便利店以及我哋嘅農貿市場。咁出咗超市之後咧，就係我哋嘅茶餐廳噶啦，真係非常之方便喎。陽春市第2人民醫院係2公里左右，社區有24小時嘅藥房，唔使驚冇人照應，空氣好 PM2.5 低過20，香港吸塵呢度吸氧。係啦，想加餐嘅話咧，炒牛雜、豬雜湯、馬仔等等都係本地人中意嘅美食。除咗美食咧，更有自然嘅風光。宏強時代15分鐘車程就可以到達佛教、道教並存聖地空洞崖，還有南國第一洞府凌霄岩。想去望海都好簡單，陽光海陵島車程1個鐘，同樣嘅退休金喺陽春就住得更加舒適，呼吸就更加嘅自由。與其逼在香港密集嘅樓宇，不如喺陽春獨佔一片山水。到咗週末咧，可以帶我哋屋企人咧過嚟我隔離嘅東湖國際大酒店去飲茶，咁然後咧嚟到我哋東湖公園嘅綠道去散散步、消消滯，呢種係一種非常之不錯嘅意境。最後咧就講一句真心說話，同樣嘅配套咧，你喺中山要買180萬，喺珠海、深圳咧可能還唔止，但係呢一度嘅話咧，你只需要45萬，月供1500蚊咧，你就可以享受1100尺嘅大屋噶啦。宏強時代咧，其實係唔少香港嘅業主噶，上個月入住我哋3期嘅張伯港咧，佢用香港公屋嘅租金咧就可以養起呢一套養老屋噶啦。如果你心動嘅話咧，留一套觀景最靚嘅單位俾你，唔需要遠行，唔需要周折，退休生活離香港好近，離自然更加近。經美居達大灣區置業送你紅外線樓宇結構檢測服務，再送你家居除甲醛服務。即刻往以下連結登入美居達網站，預約專車睇樓，創建大灣區理想家居。美居達大灣區熱銷樓盤手冊，置業專家全程為你導航。免費專車為你自成服務，每日出發導航，為你搜羅大灣區各地零首付、低首付熱銷樓盤資訊，月供2000元起。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，園林湖景，湖光山色，港人社區，大型商場，生活配套一應俱全。經美居達大灣區置業送你紅外線樓宇結構檢測服務，再送你家居除甲醛服務。美居達完善售前售後服務，上樓程序支援，家裝支援服務，樓宇檢測除甲醛服務，放盤租售刊登服務。大灣區生活資訊導航服務，即刻往以下連結登入美居達網站，預約專車睇樓，創建大灣區理想家居。